有环保团体反对讲，为着要起第4天然气接收站，中油就需要填海造陆，会影响到环境生态，所以伫去年的6月7日发起基隆护海的公投。也毋过内政部发文予基隆市政府表示讲，这个公投毋是地方自治的事项。今仔早起发起公投的团体嘛开记者会批评讲，这个公投的提案受到行政机关故意拖刷刁难。 林右昌市长到林右昌部长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地方性公投玩弄于股掌这件事，就是4个字：卖海求荣。批评基隆市前市长林右昌对基隆护海公投的态度。王成之讲，去年6月因送地方公投案到市政府，市府拖2个月时间，才讲公投可能牵涉到中央的权责，转送行政院。内政部落尾第12月才认定基隆护海公投不是地方自治事项。 企图干扰我们这个公投往前推进的时程，内政部完全行政扩权解释，然后意图要抹煞人民提公投表达声音的权利，护海公投展民意。 主管机关别逃避。内政部认定公投牵涉到电业法甲上港法，拢是中央的权责，袂使交予地方自治。民间团体强调，公投主文是针对基隆市政府，应该拒绝电厂甲4节吨海造陆，无都接受内政部的认定方式。非常清楚是针对基隆市政府，我们公投的诉求是非常清楚针对。 第4天然气接收站不应该用填海造地的工法来进行，不是整个说世界一定要搬走或者是怎么样，而是只是说它在整个规划上，它是不能用填海造地。我们并没有涉及到世界可不可以开发，或者是协和电厂应该转型成哪一种。基隆市长谢国良22早时接受媒体访问表示，会看重新送到市府的修正公投案，敢有符合地方公投的权利，若有就会直接核准。王胜之也表示，伫接到市府的公文了后。 会经过调整主文，搁再送一摆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